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9章。示巴的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，就来耶路撒冷要用难题考验所罗门。伊带真济军队来，阁有骆驼载香料，真济黄金甲宝石。伊见所罗门的时，就将心内所有的难题甲伊问。所罗门照伊所问的，一律甲伊回答，无一样困难甲所罗门袂晓应。示巴女王见识到所罗门的智慧，看到伊起的宫殿，桌顶的食物，摆列坐地的人神、军随、服侍的奴仆甲因的衣服，天主的奴仆甲因穿的衫，佮看到伊伫上主的圣殿所献的烧化祭，就规人拢硬去。示巴女王就对王讲：我伫阮本国所听到你的事迹，甲你的智慧，拢是真的。本来我毋信因的话，到我亲目看到，才相信。人甲我讲的还无事实的一半。你的智慧甲你的富足，超过我所听到的。你的部属真有福气，你的人神真有福气，因不时伫你的面前听你智慧的话。上主，你的上帝应该受称赞，伊喜爱你，互你伫上主你的上帝面前坐位做王。因为你的上帝疼以色列，爱伊永远建立，所以选立你做因的王，互你通秉公行义。示巴女王将大约4000公斤的金、真济香料甲宝石送互王，前到呾毋捌有人亲像示巴女王送遐济香料互所罗门王。希兰的尊员甲所罗门的尊员对五妃运金来，搁带大香茶甲宝石来。王用这个大香茶为上主的殿甲王宫做银仔，嘛为唱歌的人做琴甲瑟，伫犹大地前到呾毋捌有人看见安尼。所罗门王送互示巴女王的婚礼，超过女王带来的礼物，搁照伊所喜爱、所要求的，拢送互伊。女王甲伊的人神就倒去因本国。所罗门逐年收到的金共23000公斤。以外，伊有对生理人甲牧业商收税金。国内的省长甲阿拉伯遮的王，拢进贡金银互所罗门。所罗门王拍大盾牌200面，每一面用金7公斤；搁拍小盾牌300面，每一面用金3公斤。王将这个盾牌下伫黎巴嫩林宫。王搁用象牙做一个大宝座，用纯金打底。宝座前有6盏镜仔，搁有金的卡点甲宝座相连。双边有手环，手环下边仔搁有一座狮徛地，搁有12座狮徛伫6盏镜仔逐盏的双边边，别个王国拢毋捌安尼做。所罗门王所有啉的器具拢是金的，黎巴嫩林宫一切的器具嘛是纯金的。伫所罗门的时代，银无互人看做真有价值。王的军队甲希兰的军员做伙去塔斯。这个塔斯的军队运金银
象牙、猴、孔雀，每3年倒来一遍。所罗门王的财富甲智慧赢过天下诸王，天下诸王拢想要来见所罗门的面，听上帝赐予伊的智慧。因大家带进贡的礼物，就是金器、银器、衣服、军器、香料、马甲骡，逐年拢有一定的数量。所罗门有马条4000根，阁有马兵12000名，阁安置战车伫遐个屯战车的城，甲耶路撒冷王遐。所罗门管辖所有的王，对幼发拉底河到非利士人的地，直到埃及边界。王统治的期间，耶路撒冷的云亲像石头遐济，片茶亲像沙坡的酸菜树遐济。有人对埃及对逐所在进口马互所罗门。所罗门其他的事迹，对头到尾拢记载伫先知拿但书。许多人阿希雅的预言书，甲先见一刀论尼八的囝耶罗波安的异象书。所罗门伫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全国的王，共40年。所罗门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，埋葬伫伊的老爸大毕的城。伊的囝罗波安续接伊做王。